地王項目全新第2期正式登場啦！新鴻基地產旗下啟德天璽天擬價現樓入伙以嚟，交樓質素有口皆碑，二手租賃交投暢旺，仲錄得多宗二手獲利成交添。為咗回應市場殷切需求，發展商全速推出第2期應市現樓高層4房雙套大宅率先曝光。今次仲會帶大家實地直擊，連接項目商場同港鐵站嘅全新出口，感受區內唯一住宅項目無縫連接港鐵站嘅獨有優勢。天璽天發展規模龐大，第2期提供584個單位，住宅部分設有3大區域，包括 Elite Zone、Sky Tower 同 Summit Tower。承接舊年開售第1期嘅熱銷氣勢，第2期仲未正式推出，就早已經成為全城焦點。當中以高層大單位最受市場關注。位於 Sky Tower 第1座45樓 A 單位，實用面積2230平方尺，係4房雙套房、工作間及化妝間連私人電梯大堂間隔。作為樓王級大宅，單位處處都盡顯豪宅氣派。Sky Tower 每層設有4個單位，設有2個獨立電梯大堂，每個單位仲有2部專屬電梯俾住戶使用。而單位私人電梯大堂嘅空間都相當寬敞，呈長方形設計。大堂入面除咗設有3組高身儲物櫃、連衣櫃及鞋櫃，方便住戶出入嘅時候收納衣履同隨身物品，仲配備設計精美嘅座椅，方便住戶準備出行。單位大門採用一般豪宅大戶先至有嘅雙門設計，入去單位，巨型大廳即刻出現喺眼前，加上樓層與樓層之間高度最高大約3.5米，空間感極之寬敞。成個客飯廳連備餐間嘅空間大約660平方尺，有絕對充裕嘅空間擺放各式大型家私。而近大門嘅位置仲設有化妝間，方便日常或者親友探訪嘅時候使用。客飯廳設有廣闊嘅屏幕式大窗同大型落地玻璃趟門，連接面積136平方尺嘅特大露台。無論室內外，景觀都一樣咁開揚。除咗盡覽前臨啟德車站廣場之外，仲可以遠眺維港景色。住戶既可以享受市區罕有嘅半戶外生活空間，仲可以隨時居高臨下，俯瞰璀璨城市景緻。飯廳附設寬敞嘅中島式備餐區，將偏廳、備餐同用餐區3合1融合。住戶可以一邊同家人朋友欣賞啟德城嘅繁華景色，一邊享受入廚之樂，又或者品嚐下午茶點。而採用梗廚設計嘅廚房面積相當大，配備一系列歐洲名牌家電同廚櫃。廚房內仲連接咗工作間同洗手間，空間規劃實用方便。入到去寢區嘅位置，2間套房同大廳同向，其中主人套房連浴室面積一共大約400平方尺，寬敞嘅空間俾住戶可以靈活自主規劃寢室。仲可以分間出衣帽間，提升地方實用性。房內特設廣角玻璃幕牆，俾住戶可以享受更遼闊嘅景色，飽覽啟德市景。主人浴室採用5件頭佈局，配置雙洗手盆、獨立淋浴間同浴缸，媲美豪華6星級酒店格局。至於另外2間睡房，間隔同樣方正實用，仲設有轉角大窗，提升採光度同觀景角度，俾住戶可以享受更廣闊嘅西九都市景色。發展商為咗提升高層住戶嘅私隱度，不惜工本為 Sky Tower 第1座32至50樓嘅62個高層單位，同埋 Summit Tower 第2座32樓至50樓嘅60個高層單位，貼心打造出專屬上落客區同住宅大堂。住戶出入嘅時候，會由1樓直通32至50樓各層，中間唔停其他樓層。天璽天作為區內最高私人住宅發展項目，發展商特別善用呢個優勢，打造出城中罕有嘅雙會所，連戶外綠化園林空間一共超過10萬平方尺，提供多項設施。單係泳池已經有3個咁多，整體分為3大區域。
當中最矚目係位於超過100米高空嘅天上天 Club Skywalk， 係全區唯一空中會所連空中泳池。大約50米長嘅星空泳池仲係無邊際設計，同層亦都設有空中健身室同空中花園等設施。而平台會所天中庭 Club Skylink 提供設施亦都多達11種，包括大約30米長嘅室外泳池、兒童嬉水池、燒烤場、兒童樂園、日光雅座同池畔觀景台，同埋大約20米長嘅室內泳池等。最後同大家分享多一個喜訊，就係天璽天基座商場天璽天摩全天候無縫連接港鐵啟德站嘅出口已經開通啦！屋苑住戶一落樓就可以直達商場同鐵路網絡，亦都可以連接毗鄰嘅 Airside 商場，打風落雨都唔驚。項目地理位置優越，盡享一線三隧優勢，交通四通八達，15分鐘直達港九核心 CBD。同時，天璽天摩已經有唔少租戶落實進駐，將會為住戶帶嚟更方便嘅購物選擇。而且啟德區內嘅生活配套設施越嚟越完善，啟德體育園嘅全新園區已經啟用，提供更多元嘅運動場地設施，包括沙灘排球場、匹克球場同有蓋硬地球場，無論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享受更豐富完善嘅消閒生活體驗。